亲像一蕊花，开的时阵这呢美丽，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闻着阵阵的花香味，爱情总是予人痴迷。 爱甲心肝底依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咸酸苦涩拢无怨猜。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 将你放，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亏欠，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对你的思念。 掺着淡薄感慨，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爱情是幸福的所在。无想要上班，无要紧啊。无我看安尼啦，我嘛请2天假。 看你要去倒，我拢陪你去啊！咱好好度一日假，你敢啥款？真是唔免啊！淑玲，莫安尼啦。其实我是因为公司最近一声接遐侪 case 真正足无用的，唔则无来看你。你莫生气啦。我想要一个人家己好好安静一下，你家己转去吼。淑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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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细到大汉，你一直是上了解我、上体谅我的，敢唔是？ 是啊，所以这摆我才需要一个人好好认真想一下。淑玲，你会记哦，你是我上重要的人，咱即摆坐伫公司尊顶悬的。老副总，阿伯，啊，怎样是发生啥代志？唔是啦，阿伯，你想伤济啊啦。你是有啥物贵事？阿伯啊，咱说你其实讲。歹势，请进。阿姆无伫个哦。哦，去买物件啦。哦，我来泡一下茶者。阿伯唔免啦，家己人啊，哪着遐客气啦。家己人，请坐，家己人。阿伯，你也坐啊。好。哦，人咧讲吼，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毋知有啥物贵事吼。安尼我有话吼，就直接讲啊啦。啊，听讲你踮咧五金界的人面真快，对无？啊，阮咧度假村的进度吼，已经慢足济啊啦。啊，若无用上紧的速度进一寡材料吼，迄效果就不堪设想啊。唉，即马只用咧找阿伯吼，来阮斗相共啊。多谢你无气嫌啦。我阿芳踮咧业界哦，虽然毋是第一第二，嘛是老牌老厉害呢。我朋友介多，找因斗相共应该是无问题才对啦。对啦，我就知影即件代志哦，来找阿伯吼，就对啊啦。阿伯，我才会私底下吼来求阿伯斗相共啊。啊，这一切吼，就拜托阿伯啊，吼，啊，愈紧愈好啦，吼，啊对啦，这件代志吼，千万袂用互俊华知影，啊，较免吼节外生枝啦，吼。我知，无问题，包在我身上，无问题。谢谢。
小姐要刺青无？唔免啦，拢送个包起。谢谢啊，多谢你哈。喂，刘叔哦，这几工你拢无来公司哦，是发生啥物代志？无啊，无啥物代志。你的面色看起来无啥好呢，是毋是身体倒位无爽快？无啦，苏玲啊，叔叔嘛算是看你自细汉大汉的，你的个性真刁直。你会记吧？有一遍为着心内的代志，你撞来阮兜，甲阮某咧起冤家呢。到底有啥物代志？你讲出来，莫屈伫心内。刘叔，我袂用的。之前伊遐尼恨刘叔，而且伊阁一直想要离开老家，我袂用甲代志甲刘叔讲。若甲刘叔讲，一定会去害着志杰。唉，啊，你有话莫讲出来。无啦，我无啥物话通好讲。你无讲，我嘛也会对啦。一定是甲志坚有关系，对毋对？甲志坚冤家吼，志坚若是甲你欺负，你甲叔叔讲，叔叔转去好好甲教示。无啦，甲伊无关系，是我家己想要休困几工啊。那安尼，你嘛休困几若工啊呢？是毋是应该休假转来公司上班啊？去 shopping 哦，买遐济物件。对啊，凊彩要买。我已经甲志坚提醒过，伊加关心私人。真明显，伊无甲我讲的话下在心内。也毋过安尼也好啦。本来我就无愿意看到志坚甲这个何文祥行伤我。这袂到时，因两个若是斗空，我就歹应付啊。无伫厝，哪会无伫？真正无伫厝。小天啊，是公司头拄只安尼临时敲电来讲，叫我等下一撮，啊，你喺内面小看咧。啊，交交代我哈。哦，较注意咧。好，头一班机。死老高，你要赶转去公司啊吼，你已经中过啊。伊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死老高，你要赶转去公司啊吼，你已经中过啊。
副总，你来，有啥物代志啊？无啦，无啥代志啦，来叔叔帮看尔啦。阿伯啊，哎呀，即马才来啦。哦，副总，有够歹找啦。你来的布料已经送来啊。安尼哦，安尼紧落会啦吼。你几个啊？来到三缸啊！哦，谢谢。哦，谢谢啦哈。副总，较谢你。阿伯较细腻的吼。好，谢谢。较细腻的啦。副总，这送来布来讲定的规格根本都无共嘛。咁安尼，差不多啦，应该用就好啦。啊，毋过这拢毋是防风甲防震，我是惊。啊，你是咧惊啥啦？你知影？这个人是啥？啊？伊是咱客户部张经理的老爸啦。啊，为因兜进来的货是安那袂用的用的哦。啊，你若假啰嗦哦，你就较细腻的啦。张经理哦，会找你开刀哦。反正拢是玻璃嘛，会用的。我毋敢得罪张经理啊。去无用你的啦。是。好，送回来。其实咱两个人吼，安尼拄仔食饱，出来行行的，我感觉足好的。我向拢想到一个问题要甲你问。奇怪，这2天博山开会的时阵拢怪怪。迄天暗时啊，怡娟佫突然间走去找你，因两人是无冤家。是有淡薄仔冲突啦，也毋过我相信一定真紧就无代志。你莫看怡娟吼，平常时啊迄个型，伊足讲道理的呢。迄天我甲讲博山的代志了，伊嘛足同情博山的。这就叫做一物克一物啦。本来我搁咧烦恼伊遐尔车，毋知影啥人要甲带。才袂咧！我看即马博山甲怡娟交往甲遮尔顺利，我感觉足欢喜的。希望伊会当一直安尼落，安尼我就放心啊。我也是来工地走一逝。明仔载就是度假村正式的炮头开工典礼。虽然讲工地有笑无滴的，也毋过顶个安尼，也是较放心啦。进前你毋是甲我讲工地有一批强化玻璃有问题，敢解决啦？哦，迄无问题啦。小陈因讲材料已经拢送到啊，目前拢咧照进度赶工中。我看我还是先送你转来好无？哦，毋免啦，我想要来去找苏玲。哦，你怎袂讲我好心？无啦，也毋过我打电话互伊，伊拢袂接，所以我想我还是直接来因兜看卖啊。我无希望因为这边的误会，破坏阮遐尔侪年的感情。我赞成。过去苏玲陪你行过人生最低潮的阶段，即马你嘛应该甲斗相共一个。呀。就想要好好困一次，我只要困去啊，就袂去想着之前，嘛袂去想着心兰，嘛毋免去想讲伊到底有爱我。淑玲，淑玲，奇怪，已经这晚，淑玲哪有可能无伫的？淑玲，哦，淑玲哪会这尔无细腻啦？
淑玲，淑玲，淑玲，你清醒一下，淑玲，淑玲，志坚，金兰，我有代志要找你。金兰弟，你会来找我？安尼啦，有啥物代志立甲讲。唔免啦，咱踮咧遮讲就应该啊。好啊，有啥物代志你讲啊？我想要甲你讲淑玲的代志。你若真正无想要入去讲，安尼嘛无要紧啦，咱找一个所在好啊讲。我请你啉咖啡。我无迄个心情甲你啉咖啡。我今日来干那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醒你对淑玲的责任。你袂用定定安尼，翻起翻倒，念的讲要带伊，念的讲无爱带伊啊！你敢知影安尼是淑玲会有偌伤心？所以是苏玲叫你来啊？毋是，是我家己要来。我实在看袂落啊。卡苏，你若是一直对淑玲安尼，淑玲早晚有一天会去互你毁掉。是叫我毁掉，还是叫你毁掉？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你真清楚啊！自细汉到大汉，我敢若介意一个人，迄个人就是你。也毋过是安怎？你硬要塞一个我无爱查的人互我，你安尼做，是害咱三个人拢痛苦，你知无？你都袂讲啥之间？我心肝内干那转化一个人，这我毋是早就甲你讲过啊！你是安那要一直安尼钻牛角尖？好，卡说你若真是对淑玲一点仔意思拢无，你想要甲伊发生关系，而且，搁害伊为你提囡仔。原来是苏玲走去甲你讲的。无毋对啦，我承认，我甲苏玲是发生关系啦。啊，毋过安尼阁是安怎？我就袂用其他方式来甲补偿。敢讲我着爱一世人甲伊斗阵，安尼才叫做补偿是无？你是安那认为这有做补偿？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无感觉这有做责任？之前，假使你若是还有良心，你应该马上甲苏玲结婚。真难，你是要叫我甲阮爸爸行同款的路是无？当初阮爸爸明明爱的就是恁老母，也毋过伊娶的是阮老母，结果呢，阮妈每天过着不安、怀疑，还佫有嫉妒的生活。敢讲你要叫苏玲变成第二个杨碧芬？你啥那要安尼讲？对阿姨，我已经尽力伫咧做补偿啊。敢讲我做的还佫无够？安尼无够哟！这点我当然明白，你放心，我一定会娶伊。真是呢。我一定互苏玲一个交代，就算我今日你无来，我嘛是安尼知。安尼就好诶。志坚，其实做人，莫一直回头看。我相信，只要你对淑玲较好诶，恁两个人一定会足幸福诶。完事啦。毋是凡事，是一定爱。你甲淑玲一定爱幸福，我祝福你。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淑玲，狗仔，我专工甲你炖鸡汤。今仔日敢毋是拄则村开工的日子？你哪有时间来？我当然嘛有时间啊，因为你是我上好的朋友，我照顾你是应该。而且我今仔日来有另外一个目的，我是专工要来甲你恭喜的。恭喜什么？恭喜你准备要做新娘啊！是新郎陈志坚甲我讲的哦。谁叫你去找伊啊？就算伊要娶我，又搁安怎？你敢认为伊讲的话是真心的？而且你嘛毋知影伊是安怎要娶我？当然是希望甲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啊。毋是，迄是因为，我哪就甲你讲这个哈？
你知影无？我较早拢袂了解阿姨的心情，我甚至感觉伊是神经病，我拢一直徛伫你这边，替你打抱不平。也毋过我即马愈来愈同情伊啊，而且我嘛知影，甚至我感觉，完事后摆我会甲伊共款。淑玲，袂安尼啦，志坚一定对你足好诶，你相信我。拜托你莫阁讲这个好无？我真是无想要听，而且我即马足无想要看到你，嘛拜托你莫阁插手管我的代志，敢袂用诶？多谢各位来宾、各位先进，遮尔无闲，各位当来参加由明记集团甲罗氏先生所合作的桃华苑度假村开工破土典礼。今嘛就咱欢迎双方面的代表李总裁甲罗董事长出场。咱度假村目前还阁有一寡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为着要祈求工程的顺利，所以咱决定今仔日黄道吉日举行隆重的破土仪式。咱今嘛就请李总裁甲罗董事长来破土哦。罗董，请。来，罗董。多谢。什么代志？玻璃人来去讲着人啦，小吴受伤哦，最严重的呢。有救护车无？有啦，有叫啊啦。咱起来看觅。哦。总裁，这回工地发生这个意外哦，拢是我唔好啦。哦，在安全上我家己要疏过去，所以我愿意接受任何的处罚。出无，这毋是你唔对。小吴的受伤是因为窗仔用的玻璃，毋是强化玻璃，才出这个意外。我是工头，所有责任拢总也是我负责的啊，你唔免替我讲话啦。无啦，小波，你的工地安全做了无问题，使用了有问题，这边哪用怪你？该负责的是我。好啊，代志已经发生啊啦，严格讲起来，恁两个人拢总爱负责任啦。我记甲足清楚的，度假村规定的玻璃，拢是强化玻璃。假使是强化玻璃，就袂发生这种意外。我实在想无，贵公司的采购到底是咧创啥？博胜，李总裁，军华伫咧采购顶面一向拢真细腻，我相信这边一定是有啥物误会，才会出这款的状况。李总裁，足歹势，我就是小陈，因工地咧用的料拢是强化玻璃，也毋过落落来迄片玻璃，煞是一般的玻璃。看起来，恁伫咧控管抑个采购，拢发生严重的问题。李总裁，这回造成贵公司这么大的损失，过来伤着无辜，我感觉真抱歉。我伫遮甲你回息咧。董事长，董事长。梁总，是，听讲这批玻璃是甲领导用五金行买。无可能啊！我做代志一向公私分明，为着公平甲撇嫌，我踮咧厝诶拢无咧讲公事诶啊。是啊是啊，这点我会用个保证。军华的做人我上清楚，伊绝对袂安尼做。这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心兰，你莫搁讲啊！董事长，这件代志，假使若真正甲阮兜有关系，我愿意事实负责。军华。俊华，不管这批玻璃是毋是对恁兜出，你身为一个采购的负责人，这工程的进货出错误，你都要负完全的责任。照公司的规定，你都要记大过。你这专案负责人的身份取消，由我家己本身担任。是。俊华。莫想遐济啊啦！我相信董事长毋是迄种是非不明的人，
但伊若是将真相查好清楚，伊一定撤销对你的处分。拄啊，我已经甲辞职书放伫董事长的桌顶。是安怎？我考虑真久啊，卡孙若继续留喺公司，可能让董事长为难，对我嘛无啥物好处啊。逐工互同事踮遐讲卡酸话，心肝内有偌艰苦，你知无？你毋是捌对我讲过，工作归工作，莫将私人的感情带入办公室。我安尼做嘛是为公司好啊。干嘛呢？当初我入来公司的时阵，公司的同事对我嘛真不友善啊。因拢伫个公司讲足侪足歹听的谣言，为着要打击我，佮用足侪种无共款的手段。但是迄个时阵，是谁伫安慰我、支持我、佮鼓励我呢？也毋过我的情形无共款啊。我知影你的问题比我的问题搁较严重，但是你真是认为讲辞职就是上好的解决方式？信兰，我甲你拜托，你莫搁讲。君华，你做代志一向拢足乐观的，是安那？你在面对这件代志的时阵，你要用这种逃避的方式呢？我真是感觉足忝的。讲实在，即摆我实在无气力去管公司的代志，安尼我就离开啊。君华，我知影你安那讲拢是为我好，也毋过即件代志毋但造成公司的损失，而且阮爸出的迄批玻璃的迄款，嘛一定签袂着啊。阮兜嘛只好家己吸收啊。这毋是一笔小数目呢。阮爸妈年纪嘛大啊，我袂用让因去承担这个债务。无论如何，这个担我爱担落来。你毋通袂记，你也有我，我会甲你袂用的啦，袂用的啦。这是阮兜的问题，我会家己解决。就算讲我爱24小时监察趁钱，债务我嘛爱还我清，绝对袂用去拖累你。你即摆的意思就是讲，我毋是一个会用甲你同甘共苦的人。我毋是这个意思。信兰，这件代志到这为止。告诉你也真正了解我，你啥物话拢莫讲啊，点点啊，互我支持。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董事长，你找我有啥物代志？君华，我今仔日甲你处罚，实在是有我的苦衷，我希望你会当谅解。董事长，你安尼讲我不敢当。我身为负责采购的人，本来就有失职的所在。我知影啦，你无条条啊是受人拖累啦，也毋过踮在公司的立场上，我也是袂用的哦，无照规矩来甲你处理。我会当理解，今仔日换做是我嘛会安尼做啊。董事长，我不要紧，你免顾虑我。想袂到讲你这个少年人年纪轻轻，有这么快的北顿，将来你一定有成就。董事长，你过奖啊！我只求伫家己的职务上尽我的责任，无愧于心。你这种哦一步一卡印的精神哦，我实在是超欣赏。啊，敢若是安尼吼，你是不是用你的辞职书收倒去？董事长，真好，咱做人哦，不管是伫事业上也好，还是这个做人的道路上也好，拢会拄到困难，会跋倒。伫倒位跋倒，就伫倒位爬起来。我相信这句话你一定捌听过。也毋过我知影你即摆要讲啥话，但是我无希望讲你因为这小小的困难，就来断送着你的前途。
我希望讲你会当拍断手骨，得到用。只要董事长相信我当然愿意继续留喺公司啊，为董事长尽力打拼。假使讲爱我留喺公司，那你请董事长答应我，用我的薪水来弥补公司的损失，好不？你这款这么有境界，要来担这个责任，这款的精神，我真佩服你。伫咱公司我敢来当信任2个人，就是你甲心安，所以你一定要留喺公司。我知影，多谢董事长。啊，唔记去做工课，搁徛喺遮创啥？是。张君华，想袂到你这么无担当啦，闯了这么大的祸，竟然搁这么高云皮继续留喺罗氏建设。我留落来是为了要收买，嘛是一种负责。是哦，这种图利自家人的代志，你要做嘛做较水一点嘛。闯了这么大的祸，不是全被揭穿了吗？我有甲阮爸问过，伊讲去阮兜订了人是你。哦，是谁看我去签订单啊？哼，你这个做菜的还阁画俩叉的，还阁要叫我做垫背哦。好啊，这件代志我本来就唔对，我无想要甲你浪费时间。张君华，安怎？你还有啥物代志？你还要甲我讲咧？你真正这么高面皮，要继续留落来哦？我甲你讲，我唔是一个做唔对代志，搁要死落我遮的人。等代志结束，我自然会走。细节。姐，我是来找董事长的，你带我来这创啥？博士，君华已经去互董事长处分啊，伊的打击足大的。搁再讲，因兜的进遐的货，是罗长生伫咧变鬼，敢讲你的手下拢无甲你讲？我无看过程，我所看到的是度假村损失的结果。博士，你若变甲这么无情哈，做人袂用安尼死啦。君华伊是一个好人，伊即摆去互陷害，爱去互处分，你感觉安尼做对伊敢有公平？姐，你无感觉不管是公也是私，你来甲我讲这拢足无应该是无？若要讲情分，是小弟重要，也是男朋友重要。进来。君华，你哪知我伫遮？哦，我问同事的。李总裁，有啥物代志，你会用直接找我讲，无需要为难你的姐姐。这毋知有想一个查甫人讲的话。有啥物代志，我绝对会负责到底。我已经请董事长把我每个月的薪水扣落来，弥补公司的损失。我对这种亡羊补牢的代志无啥物兴趣。我想要知影讲，你做代志是毋是有问题？也若无，要来互人有机可乘。博山，你哪安尼讲话？李总裁拄仔讲的话，确实是真有道理，我一定会记在心肝内。我规仔拢目标落来吼，唉，还阁斗无遐个汇款。我这2天去银行装钱，因为要贷款互咱。亲戚朋友遐吼，我嘛借啊，斗阁欠50万。我来找朋友想看卖啦。迄吼，家己掠出来，我家己承担啦。这个债哦，袂使俊华来判啦。
吼，就算咱运气歹啦，才会拄着遮尼衰的代志，连俊华嘛拢甲拖落来。拢是我唔好，袂使拖累俊华，我咧想办法。你想办法？你要想什么办法哈？这年头哦，人也讲着借钱哦，走干那飞啦，你是要甲伊跪借哟？够烦的啊！你莫烦啦，我家来想办法啦。我看你想什么办法？迄个少年咧讲，只要敲这通电话，无需要任何担保就使借到钱。明仔载我就来敲。可能俊华倒来，莫讲钱的代志哦。来，啊，华呀！新人来，紧入来，紧入来。新人你哪来？啊，俊华袂转来呢。新人知啦，我有讲过。来，坐。来，这你收起来。新人，你是创啥啦？大华甲恁斗相共啦。哎呦，新人啊，我搁较需要钱哦，我嘛袂用摕你的钱啊，摕转。对，摕转去哦。你有这个心吼，我甲恁阿姆就足欢喜啊。阮袂使摕你的钱啦。阿姆，你莫将我当作外人啦。我知影恁即马为着遐个玻璃的代志，已经足烦恼啊。你着将这个钱收落来啦。新人啊，这是你辛辛苦苦哦赚来的钱哦，你家己留喺家己身躯边啊，莫互冤啦，迄笔汇款吼，阮两个老狗有法度处理啦。吼，你莫操烦啦，拢是我想你无路用啦。做老爸无法度甲囝斗相共，搁甲你遐麻烦啊，实在是。俊华吼，最近咱拢3更半暝才转来，绝对是为着钱的代志你烦恼啦。所以，恁着搁较应该爱接受啊。来，收落来啦。新人，好啦，无要紧。买啦，买啦，来转。快，妈，你头壳是安那啦？好，啥代志？啊？行路无说你去弄着。你莫搁讲白菜啦，好无？我下晡明明就看到你在工地内底打工，你是毋是迄阵仔受伤的？工地？你去工地创？这要创啥？你讲啊？无，啊就新人。摕这是要创啥？是啊，啊，哎呀，新人。收起来，不要出来。行啊！君华，张君华，你是想要创啥啦？你若要安怎做？我只是想要甲你斗相共啊！你日时啊已经足辛苦啊，下班要搁去做遐尔危险的工课，今日是算你好运啦，敢若受一点仔伤尔。卡叔公，若真是出啥物代志，恁爸爸妈妈要安怎？我要安怎？我无话通讲啊！我知影你无想要拖累我，你想要家己一个人承担。也毋过我真是不忍心看你这么辛苦。我是查某囝，这拢是我应该做的啊！我嘛毋是别人啊！你毋是捌甲我讲过，你希望我会当甲你斗阵一世人。既然咱两个人拢有决心要做伙啊，是安那袂用个分享快乐甲悲伤呢？我绝对袂用个拖累你。我有甲你讲过，你点点要支持我就有够啊！你即摆的意思是讲，我毋是一个会甲你同甘共苦的人。我毋是这个意思嘛。喏，你即摆甲我挂。之前我无答应你，是因为我感觉时机还不够成熟。也毋过即摆我感觉时间到啊。安怎？你是毋是反悔啊？你是想去倒去啊？安尼你紧甲我挂。你敢知影？我有原因希望马上为你挂一下手指，也毋过即摆我免会当接受。我袂用害你吃苦，嘛袂用害你，予我拖累。你敢知影，新兰？你是咧想啥货啦？你安尼我就尴尬的呢。我是一个查某囡仔，竟然做出这种的动作。
这家手指伤害我好无？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我只是感觉，这嘛时机唔对嘛。新兰，我希望的是，伫我替你挂这家手指的迄一天，会是你心中上幸福的时阵。也毋过你看即摆我连我家己都照顾袂好啊！我是要安怎互你幸福？是安怎永远拢是你感觉，你敢有想过我咧想啥？你不爱是毋是？不爱就准煞。你听我讲啊，新兰。你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是我上纯情的梦，一世人袂当将你放。一定是君华，我才不爱开门呢。是啦，我开一个门来讲。哎呀，是秋婆。哎，秋婆。我哪还顾再开门啊？唉，是啦啦。啊，俊华最近安怎样啊？伊安尼吼，厝内面也好，啊事业也好，啊都发生较济代志，是毋是有需要我甲斗相共啊？秋婆，我真是想袂晓，我甲俊华两个人斗阵行过遮尔济风风雨雨，而且伫个我上需要伊、上困难的时阵，伊拢咧陪我。但是是安怎，即摆变做伊有问题的时阵，伊拢不爱我陪伊。你毋好误会伊啦，这个囡仔吼真有责任感啊！啊，一个查甫人若有责任感吼，毋管发生啥物代志，伊拢会家己担落来，袂互伊的某囝啦、查某人啊，踮仔咧烦恼啊，甲伊斗阵伫咧艰苦啊。也毋过我毋惊食苦啊，而且我早就甲讲过啊，不管发生啥物代志，我拢要伫伊的身躯边。安尼你就无了解查甫人的气模子啦。啊，伊若吼，互你安尼甲伊斗阵伫咧烦恼，啊，查甫人的自尊要囥喺倒位啊？敢是安尼生？总是吼，伊发生安尼代志吼，心情会较歹啦。啊，有当时啊，你着徛咧伊的立场替伊想，想看要安怎做。秋婆，我出来者。秋婆，你的手电呢？借我一下好无？君华，新兰，你这个戆大代，一个人送伊半暝走来遮，万一若发生啥物意外，要安怎？我要来找手指。手指是我弄放去的，我要负责甲找转来。拢是我唔好，我无应该将伊等掉。你袂怪我吼？你哪会安尼讲啦？唔好的人是我啊。其实是我啦，我实在有够戆的。你心情唔好，压力搁大，我搁后白发脾气。你无啊？是我家己含慢讲话，才会害你误会我。伊毋是讲我无要紧你，其实伫我的心肝内，你足重要的，你知无？也毋过即摆我有一个女，我免那甘你计划我对我真苦。你想济啊啦！其实是毋是有挂手指，迄拢是形式的问题。伫个你送我手指的迄个时阵开始，我就将手指挂伫我的心肝内。即摆我只是要甲你讲，不管以后发生啥物代志，我永远拢会伫你的身躯边。也毋过你要答应我哦，以后不管拄到啥物问题，咱拢袂用逃避，爱斗阵面对。我答应你，以后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咱拢斗阵分享甲承担。
你的意思就是讲，甲俊华和我咧落档的哦。囡仔是别人的啊，若有证据，咱嘛是害人啊。我知你唔甘，我嘛是唔甘。一个囡仔饲20-30年啊，甲规个生的同款，叫我爱护别人，我哪会甘？无咱斗阵时，既然咱爱甲遐尔辛苦，归去咱斗阵死死的解脱啊，毋是搁较好？淑玲，你哎，张君华。是啊，什么代志？卖走，卖走！是我留你为好心，甲你收留呢。你颠倒忘阮陪伊，来甲我侮辱啊！青春亲像一蕊花，开的时阵这呢美丽，经过风风雨雨的转变，闻着阵阵的花香味，爱情总是予人痴迷。爱甲心肝底依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咸酸苦涩拢无怨